天良才。开始喽！五丈家境公道不迷茫，常保在民生相顾三呀嘛300年呐。各位家坊，那今朝还有啥个黄门的笑话、新鲜的事体，快道出来，不让大家笑笑。不了，新鲜事体啦，倒有一桩嘞。侬夸我，那听好这，珍惜有个黄毛将，滚落黄汤么担子长。今我10年避开人，输他人子么真善良，救星回到家里乡。娘老母，别，哎呦，3几年光，刮得面孔无情，像血呀，面孔无情像血涨啊！黄我讲的是眼喽，比可以动徐文章比文才，动党伯父比杜才，那个好动10年帝王比口才个你。哎呀，是的呀，这个10年老师愚民的玩了，我从鱼子部里学出来，不落点神，哎呀，是动不进去哦。是个，跟人家路上碰着，蛮好问一句，顶上侬还没吃过伐？刚我当么会得吃过嘞？搿多少个清爽？对，是。可这短命的10年了，伊碰到我们，
顶上侬终日千余的少啃过伐？哎呀，等我是回去想了3夜，想不出来。原来呀，亏的是隔壁张苦洞的阿暖九金姑娘帮我嫁了男。终日千少啃苦到底啥意思呢？九金姑娘那个我你九金姑娘我10千字多少，10千么1万呀？哎呀，可终日千嘛，不就是中晚嘛？哎呀，我吵到3年了，来这奴杀场也让脸红。我说是刚开口，那就先帮我先唱起再。这叫刘秀抢饭哦。3年爹王，每一经过都是这样唱这样唱，俺耳朵都听出老见在了。套路都背了，我实在。众位高领，生意蛮好啊。我们来生意就好。那，侬这个不是来骂人啊？我跟那个是骂人呢。那我们那生意好不好？侬说来嘛，生意就蛮好。根本就是我一来，那生意就不好哦。绕着弯子骂我10年，是在那没生意的晦气鬼。3年爹王，这是侬自家话的。我是一点没个意思的。总可万万鸟赚人家便宜的10年爹王，今朝某事见地，让阿3赚了趟便宜，懂看来众位高领对我10年还人间蛮生大嘞。这样好吧？我跟赵阿不同拿来啥个弯弯鸟，我临时编辑个谜语，谜底呢都来到那个店里向。要是众位猜出了，从今以后我来这里买啥个东西，都付那上海同体。侬去，3年爹王，那么侬讲闲话算数哦？当然算数，不过啥？要是众位猜不出，侬这里的老酒好个，要是我大家猜不出，这帮我老酒就算我小金龙在。1碗馄饨，不是弄的2块豆腐，不送不弄3分蜡烛，分文不要。我还要插1让你出走不？师爷，阿忙，一让你插了的，喂侬，哎呀，看来众位考虑是连起一条心，专门对付我12年在。说我讲得好，上权难当4面功，毒妇难断忠犬妻。我是今日观音呀王爷，是他苦吃在。众位高领，高抬贵手将我娘。还用多转个弯，我可是土里生来死里老，石头风里嘛走一遭，边
打爬进无关头，红牌喜事少不了。徐老贼，第二道秘密，弄在我嘞。第二道也不顺鸟，想的众人也难为那个道。我可是肚皮爱上来肚中央，肚皮里向嘛有丝汤，生来命苦要受气，受气个越功越发季老姐，那么第三道呢？第三道你在好彩，山山懵懂张口呀来，浑身毛一条腿，发破灰尘只破碎，发破灰尘只破碎。众位高领，谜底呢就来到那个眼面前。我到对面茶楼去喝杯茶，等一些来听那个谜底。猜测吧，哎呀，一定是咋弄完了？当然可以了。我那个是种十年老当中啊，你看那个白虎老就遇到8千债了。我要买8千，把2块礼物哎呀，我是一张2册嘴部哎，心痛哦。短命的12老了，一顿啊吃了3道米，我的那是我大家猜出来，从今以后一副上辈的铜钿买俺的东西，要猜不出，俺跟着就要实在老半天了。哎呀，猜谜呀！那么拿着谜面，我这个听听看。君亲姑娘，侬听好在。头道谜面好奇呀巧，
了门东姑娘那个她我晓得嘞，快你晓得嘞，晓得嘞呀。来到米面满间谁在弄个俺面为个钱啊，俺面前呀，俺面前是啥东西啦？你是侬自家做，平常来过平生用。一点就退呀！搿队伍不就是土里来死里闹个嘛？两块石雷锋里磨出来了，爸爸经济对的呀！红花西施们多少个了啊？哎呀，对嘛！那么你的拿在我分。如今安常在土瓦中央，土地里想的又是他，上来命苦要受气，一时越气越发胖。跟老米嗲分难，谁是侬真梦里想个面端有包子啊！呀，第三道又发难猜猜了。哎，为什么一条腿不破鬼人只破死啦？哎呀，第三道谜语我猜出来噻！说起了，老母鸡啊！哎，这些姑娘跟侬笑啥啦？侬跟着要实施老本九斤姑娘，九斤姑娘，侬送不送到西，帮忙帮到头，再活出来呀！第三道谜底啊，写在侬自家的身上呀！哎，你聊天，为什么？不破鬼人只破死，鸡毛掸子！今朝10年了，要死他老本噻！十年老累赘。众位高邻，不知我3道谜底。对的，就是我顶3个头。队伍！算我4一道。搿第2道呢？我店里的肉包子，肉包子！那陈年大王，当少个眼过了。那我接侬第3道谜底，接牢。更早出瓜子。哦哟，陈年大王，遇到是山王与山，天王与天，突然比侬高，看来比侬好的人啊，还有莫姥姥嘞。我出来呀！我出来呀！方圆8里，比我10年看才好的人，恐怕2肚皮里还没长出来嘞。哎呦10年了，侬晓得吗？今朝是啥人一转眼破了侬3道谜语？东家个玩具人，不是我，戏称个疯酒人。不是我。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啊！哪都碰到神仙指点了啊！侬这眼小聪明，还用得上神仙来点破啊？告诉侬，今朝破侬谜语的是9斤姑娘。9斤姑娘，没听说过。伊就是50门啊，张苦洞的阿
让我生气了一个苦东家的阿囡能碰我12年3道谜语，我倒听上去我也不相信过。侬不相信啊？相信侬不相信可以同伊当面比比呀！笑我了！我12场面高头讲我响当当的人同一个苦东家的阿囡去比口才，岂不是贻笑大方？我看侬啊是不管气，笑我了！天下头要比力气，我12年是手无搏击之力，要比口才，总算唐寅众生。虚伪在世，我也不在话下。神明爹王，你是必须为何当啊？其实侬只为傻傻小聪明，扛着好老来对人，一棍了绿忙身边。你总是做人难带头，倒不是往亲自冒卡靠大劲。送侬一块白头呀木，一代长世多伤心。我送侬2道王子3支香，一路走好就见君。我送侬一张把布包一包，管到论文上去为郎君。要领结婚有门，我比天国与垂青，当今医院上大阵，1000万倍，1000万倍不要想操啊神。气死谁！气得我手家儿错儿动脑壳痛，手脚冰凉浑身上下刀痕筋，好比刀子上人金错，一直吹雷公打，刀子金错变吹雷打，两人的毛巾心，今朝我对不过那小姐姐，从今后胡子家头难为成，强唱声子听听神故事们最后一层。爸爸们欢喜恩去了，欢喜恩去。这高不低，两儿一婚，一心去往五日门。为那小究竟，看一是人，还是人？我是工厂吹个东龙，吹工厂是我的爱。倒在那的啥人啊？是我。女们与根神，我们与则灵，啊，只干到一名，侬那个没名字的人。你看看便宜就被转起在。理想的姑娘，我的名字有些格里格得个，要用算的算过。搿么侬讲嘞，我说说看。搿么侬听懂？
一斗半来两啊斗半，三斗五升四斗半。我是连名百姓嘛才算本，青农姑娘自己呀算。哦，侬是12帝王啊？啊，侬哪个晓得我？我嘛，毛酸酸的呀。毛酸酸就理想的姑娘，跟侬叫啥个名字啦？我个名字啊，还有些个里个的个，还要用算盘算个。搿么侬我嘞？搿么侬听懂？一斤半来2斤半，24两3斤啊半，我是连名带姓走成官，12帝王是家算。哥哟，搿早真倒是欺负对手在。究竟姑娘，听家方问我有3道谜语是拨侬猜出来的，是不是啊？是个，理想花头金馒头，侬哪个晓得啊？侬自家以为里面做得高明，我看看嘛，也就一般般。侬瞒别人容易，想瞒我就难了。这为啥？因为我的名字叫鞠婧哎呦，究竟姑娘，估算力也大啊！三姨啦，侬今朝啊是一发想一发，老子帮着忙了吧？有些口才，有些大才，不过比起我12来，可是王奶奶跟岳奶奶那个我还相差这么一点。三姨啦，我看侬啊是故里向知熟个阿子，那个我，肉兰啦，嘴巴还是究竟古人话在讲，我满腹火气，请看那个笑。家中儿子有3个，前头2个眼头有眼闹，两王儿媳却得只为增添是非那个糟。要是能上究竟做我个山西老屋，我自家门庭光彩照。我是工厂采个工里采工工，工里采工当是有在。究竟姑娘， 12帝王，侬也没在啊？哈哈，我想请侬阿爹到我里苦洞去。跟侬来了辰光不对嘞，俺爹出去做包厢生意去了。哦，介好个，侬阿爹回来同意我，就话我12帝王来过再，请到我里苦洞去。啊，好个，我晓得嘞，侬回去好嘞，俺爹回来啊，我会叫伊来的。好个好个。闲话讲了半天，不晓得伊相貌好不好嘞？究竟姑娘，跟我去在，侬阿爹回来，叫伊早点到我里来吃便中饭哦。12帝王，那么侬到俺屋里
切呀！不吃在，不吃在，不吃在。侬点心不吃吗？跟我走啊，切呀！不麻烦在，不麻烦在。侬点心不吃，走啊不吃，跟我不客气来，就不送侬来。小姑娘真当调皮的，喊我点心吃，喊我做吃。点心也没吃，做也没吃，好人都不能做起在。等张师傅回来，这桩亲事我一定要好好同意。抬一抬，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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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着两个倒霉人，弄得我一点也没生意呀劲。阿妹哎，阿妹哎！阿爹，哎，侬回来啦？回来再，哎呀，哎。阿爹，生意好吧？哎哟，出眉头，帮着两个人，弄得我是一点也没生意做了。阿爹啊，侬帮他两个啥人？为啥会弄得侬没生意个呢？头一个是修雨伞的，搿一个石头呀，有点发上条子，从伊嘴巴里喊出来个修伞，搿别人家听起来么是水伞，搿好在，搿我来动喊。活动哦，搿伊接我一句闪闪，搿我再喊一句活动哦，搿伊再接我一句闪闪。哎哟，我同单还没摆开，伊就来动喊闪了，万一啥人来寻我苦动哦。阿爹啊，搿么侬好调个地方去喊个呀？哎呀，我是调个地方呢，阿弟会晓得。调了个地方，绑着个红鼻头，弄得我是越发没生意做了。阿爹啊，搿红鼻头是做啥个生意个？为啥会弄得侬没生意个呢？哦哟，搿只红鼻头啊是卖白相棍的，别人从把白拿化成法事，从伊嘴巴里喊出来个白相棍，搿别人家听起来嘛是法相棍，搿好在，搿我来动喊。活动哦，搿伊接我一句麻香棍，搿我再喊一句活动哦，搿伊再接我一句麻香棍。哎呦，想想今朝是活该倒霉，谁挑起动弹回来算账。喏，阿爹生意没接都结束了，阿侬还晓得出来？阿爹来了外头没生意，阿侬来了屋里，当叫侬寻着生意在。啊，来了屋里想寻着生意，搿是天高头跌落来生意呀！我正当是天高头跌落来个生意。哦，阿爹，是十二点王叫侬苦动去。是你点我，发气。哎呀，侬为啥不去啦？阿囡啊，12点王这个人，农忙的辰光嘛是电饭走，电盘碌，空闲的辰光嘛是颠当坐，胡须噜，闲话蛮多，生活难做，开口嘛侪是七字头，搿伊讲出闲话，阿爹我是一句也听不懂的啦。到辰光生意不做不算，还要倒退动地嘞，不去。阿爹啊，伊七字头来啊，侬听不懂吗？阿侬好教侬个呀。阿侬是我阿爹生的，只有阿爹教阿侬，阿里会有阿侬教阿爹的呢？人家来了讲，只有长鸟学生，没长鸟先生呀。侬个闲话是不错，阿侬呀，搿到辰光伊个闲话我听得懂，跟我咣回来问侬阿侬谈谈吧。阿爹，搿好弄呀。那个，侬把妖精哥上长腿包摆辣屋里向，伊要是七十头来啊，就讲我去夺长腿包去，搿么阿侬好教侬
来，这个倒是好办法。搿好个，阿妹啊，张腿包带我肚吃。好的。哎，阿妹啊，跟我起走啊。阿爹，上午做好嘛，早点回来啊。哟，晓得在。再过龙堂四牙雕，来找男人个十年老，不可以普通生活都难做，谁可以搞七搞八，乖乖呀了。多谢十年帝王，十年帝王来了里向吧。来哒！哟，张师傅来着！哦哟，快请进，快请进！好个，好个。张师傅啊，请来高坐。喏，好个，好个。哎呀，张师傅啊，侬总是千万没有少看过啊！啊，我从来还没吃过。十年帝王，侬是不是奇怪我哪个听懂侬这句弯弯鸟事吧？告诉侬啦，侬这句怪话，前天我个人啊，都已经晓得在了。十年帝王，侬是不是叫我来苦动啊？哦，张师傅，侬今朝一票大生意，确实在。那个我要侬苦10栋了。10栋。哎哟，这倒是票大生意在。搿十年帝王，侬要苦实则3个洞啦。张师傅，搿么侬听好。好个。天亮要哭，天亮痛，男子们要哭，不是痛。山路西山黄昏浓，关呀山根绕进啊洞。多是工厂菜，农里菜工厂是要苦有根无地拉动，要苦个有地无根拉动，还要苦着茶笼通，两只耳朵敲送啊送，还要苦夫妻拉动，还要苦一只牙膏金丝拉动，一到那个城墙不通风，无地无盖是两头空，城里屋里田有正，家家户户开仓空，千军百马这满城，一个那个皇帝坐当中，三大老是多拥挤，啥是他的闹红啊红。多是工厂菜，农里菜工厂是好的美。还要苦着西瓜筒，一根米布通天空，一根黄当在当中，上头一记送好的不隆咚，零零起来慢咚咚，我们弄个张师傅东翻拉东。多是工厂菜，农里菜工厂是好的美。只听一话咚咚咚，弄得
张师傅。12点王，跟俺苦动起脚。苦动。苦动。哎呀，不好在这是12点王，我要经过上忘记打来在了。啥个要经过上忘记在？那长腿包啦！我怕人打侬起头来。不，我自家起头去，我自家起头张叔，侬做啥？我挑子铜蛋起头去。哦哟，铜蛋放个蛋，起就会个嘛。我是生不离火，火不离生的耶。我会打侬滚了。我铜蛋里东西多，小人碰着要出血的啦。根本我不能高高过去嘞。那出没的，高高过去我那个做生意呢？张师傅，来，哎呦，侬放心，我打侬滚了啊！12点王，快去快回，快去快回啊！还是叫我去别中饭，换掉一副苦动啊蛋。张师傅同名弄翻拉东，回家去教义阿囡做帮工。我久归意为亲事12了，诚心要人一做起打工。3年老火样真啊发烧，喜欢来东马玩鸟，实扎同名弄不懂，阿毛还跟前只一呀套。有喜欢在，出息了。先生，侬看到没有啊？张苦弄到这里了，我去做生活，挑着担子去，空着上水位。侬看这里向的有没有说个明白啊？恐怕12老有出个难题在，眼那个张苦洞啊，嫁不出哦。回屋里呀，想与自家阿囡讨教起在。有意思，家伙们快点闹去！闹去！阿囡阿爹，侬回来啦？阿囡啊，铜蛋没在。铜蛋到哪里去了啦？把啥个阿落来了呀？啥个为啥要阿个铜蛋啦？阿囡啊，12点王要我苦10只铜，搿倒是票大生意嘞！啥个大生意啊？你报出来10只铜命，阿爹我是一只也不会苦的了。阿爹，伊叫侬苦10只啥个铜，侬下来让我听听看。我非苦了啊！搿好个，搿哪啦？听懂哦。天亮要哭，天亮痛。谁是那清早起来的新娘童？你弄，还有那爱子要哭无字痛。谁是那阿爹弄着闹翻神罗西山黄昏啊动啊，长工短工都要用，典范回来是家童。这多。
啥你他要苦与给无地洞，要苦与地无给阿个洞。一给无地是不给，一地无给是太不阿洞。还要苦着真龙阿洞啊，两只你都是巧松松。过年过节都要用，搿只名字叫真阿洞。要苦也得啊，夫妻阿洞啊。谁是找个你挑事洞啊？一举着同名真乃洞，名堂叫阿哥，今是阿个洞。一道城乡不通风，无地无盖两头空。城里屋里岂有真，家家户户开仓阿空。千军万马扎满人，一个皇帝手当中，三家老子多用钱，啥子家头闹哄哄，啥子家头。花个农民把那个猜得出来。是的呀，你老真当我做结亏想得出来的啦。是的呀，究竟啊，跟啥个懂啊？哎呀，呀不晓得，哎呀，阿爹，我有句话，那不要紧，听我不拿听。怕我。一举着同名也不难，名堂是叫迎风阿童，千军万马是风中，一只凤凰手当中，凤叫秘密响苍空啊！一年到呀到红啊红这真是把写了我一点绝活，不究竟姑娘家有我，根本就是这风动嘛！今朝啥日了，连面子咖喱统统输光噻！那拉不要高兴得太早，还有一只嘞！还有一只个叽叽呱呱，个叽叽呱呱呱呱叽叽叽呱咚。一根王当在当中，一根米波通天拉个空，上头一记松，一个下头扑龙通，零零起来毛黑噔噔，喷龙阿暖叫啥个阿洞啊？这是一个奇葩洞，俺们实在听得懂，听得懂。谁是一只屌丝啊？究竟姑娘，侬真当个灵光了！今朝是令啊家坊们是大张旗鼓了。哎呀，你实是懂吗？我从小就会哭的呀。老是会哭的呀。好的，阿囡啊，长腿毛当我吐出来。好的。个对面的啥人咯？跟人啦是难弄了。哎，阿囡啊。我还是做包商不好，我还吃得起。阿爹，搿么搿样好嘞，阿侬说好啊，搿侬倒得来好嘞。哦，搿好哦，阿侬啊，搿我去再哦。阿爹，侬去啊，和尚们好硬点嘞，黑龙们好香点嘞，把子们要多点。哟，带了一点。伊问侬同个名字啊，侬会得不一听？谁个？我会得不一听。
阿侬啊，搿伊要是问我，搿啥子同名是侬阿侬告我，讲我哪个话呢？搿侬去问伊，侬是不是拿儿子生的？搿我亲在啊！娘在小姐那个劲，各种起舞太难得，我听了不已，取经石岗门。3年的我不能喽。张师傅，回来在，回来在，苦动在，苦动喽。张师傅，侬回去一趟，要搬别听，喉咙刮天响嘛？啊！我家头的人，喉咙哪个不响呢？哎呦，我不同侬争啊，张师傅啊，那么我要哭几只洞啊？10只，天梁洞、面洞、安最50洞、侬这万洞。16线山黄昏洞、大吉洞、半崖山跟妖精洞、魔洞、有盖无好地、有地无对地、龙洞、正洞、跳死丝洞、外国金丝、阳风的风洞哎，还有一只鸡瓜洞，这有啥奇怪呢？毛猜猜好了，谁是一只普普通通的吊丝洞哎？哎，张师傅，可是这东西都是侬阿囡教侬的啊！啥你对我？搿侬是不是拿儿子生的？我哪个会是儿子生的呢？搿我哪个会是我阿囡教的呢？侬，张师傅啊，我晓得搿都是侬阿囡教侬的。好，侬生了一个好阿囡，真是好福气呀！哎，搿就是前世修来的。是你的话，侬过奖在，过奖在，过奖。张师傅，这样好吧？侬先帮我哭2只水洞，等一会呢，我慢慢再同侬话。好个，是你的话。跟我苦动起在啊！好个，跟我起在啊！我苦动起在，苦动了。不要看侬这张面孔，我不要看侬这张面孔呢！我啊，不要看侬这张面孔，我不要看侬这张面孔，我不要看侬这张面孔，不要看侬这张面孔，不要看侬这张面孔。真是，侬啥个威风？啥个架子？我是大王奶奶，当然比侬威风了。哎呦，大王奶奶啊！哎，自家屋里的饭呢，我也比侬多吃一口。哼，老实告诉侬，虽然阿公阿婆看了我大王脸上嘛，我还要让我3分嘞。侬抄相貌抄到我的头上来了，侬说啥个大王来？大家全是自家个修养，我叫张师傅哭2只激动，为啥要拨侬晓得啦？大
当工人我没当工人的面孔先摆出来再，非要看侬搿张面孔啊！我非要看侬搿张面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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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阿哥，那两个他娘娘哎，那两个他娘娘哎，哎呀，那两个他娘娘，教育一个像九斤姑娘，我啥家不会弄得这样，一日到夜鸡飞狗跳，家务人日在。九斤姑娘是啥人啦？九斤姑娘啊，喏，张苦东家呢？啊！哎呦，我还当九斤姑娘是袁太爷的千金嘞，原来是苦东家的阿喏。那不要看不起人家苦东娘家呢。人家九斤姑娘是人有人品，土有土在，连侬阿公都不推。那像那两个啊，大不像大，小不像小，一年到夜争风吃醋，又打又吵，一个个小心眼蛮多嘛，都在前无了。那两个过起来啊，也不得人家半个九斤姑娘。哎呀，阿公哎，自家屋里啦，自在那一个当个人个了。阿公，侬还是早点决定，早点决定啊，早点决定，侬早点决定。阿公，自家屋里决定了。我决定，我决定。那两个每个人帮我做一场事体，啥人做成功，啥人就做当工人。阿公，侬我来做啥事体啦？
晓得受了多少那个气。今朝阿公出难题，奴出大步是一场那个年，要做钱的大修经还要做，以前那个长山一条阿皮，走得起来嘛我当家，为子带来嘛请教你，姑娘想来办法多，我想的定有好主意，只要我做着当官人，下梦两件最多那一最多一，下里嘛不用再办法嘛，我的侬想想看。哎呦，好个好个！一张你出嘴部，要做简的大水晶，还要中间长伞中长皮。哎呦，是个，搿一场你出嘴部，哪个做得了介许多东西呢？哎，我帮侬介绍好嘞。啊！哎呀，搿么快告我！哎呀，快告我呀！姐姐姑娘，我了只一场你，中间长衫么最像阿姨，实际穿着最解放，压力长内好当阿皮。哎呀，一件长衫两种用法。哎，刚我有钱的呢？喏，两针鞋子当古今，阿公阿爹扛东西。两只鞋子那样切的一打，我就好打，解得了吗？哎，干嘛有虚劲嘞？使劲来拿小金啊嘞，偷偷起来好看啊亮啊！要是侬见到口里才得真，还好多出一双啊咖哩。哎呀，姐姐姑娘，哪个不能想出来个？侬啊，真聪明！要是我做着当个人啊，哎，我要做侬叫想想侬来，哎，我要想想侬来，我要想想侬来。哎呦，阿切！要命要命真要命，烧得我是活一生，我叫烧起两三寸，有样万万事烧不成。我想问问，又是天文斗房起，我没功夫。我想问问，我阿爹来到哪里苦痛啊？侬就是张苦痛的阿喏，姐姐姑娘。侬就是自家的二房媳妇。哎呀，姐姐姑娘，侬来得真好，我有一桩事情啊，要请侬帮帮忙嘞。侬有啥事要叫我帮忙呀？侬说回来回去啊，为子真个当个人啦。阿公叫我照顾饭，不讲真来不讲饭，旁边上来旁边来，名堂就叫鸳鸯饭，我烧了半年烧不起，请侬姑娘难。四通文武分天地，世上哪有鸳鸯饭？一酒弄烧鸳鸯饭，侬啊好出个主意，将它难，将它难。哎呦，我要是难得了这只老金瓜，还用得着来娶侬吗？侬这身我青丝白面刚落红，一只好春菊包啊疼，没好该烧不成，要苦好该要自中。噶样不到一个，
虎洞江来屋里验人有作呀？侬问你要的不是哪种作？还要啥子啦？侬要一只不相思来不相作，花子红来花子落，乱点后来乱点破，名堂俱佳。名堂俱佳鸳鸯妆。哎呦，鸳鸯妆那个脑子出来哦！跟侬讲，我鸳鸯饭还是烧不起来哦。哎，对个，想想侬啊，我打工起我气。十年老，侬要想想我究竟，我不侬挑出两个当过啊你，当过啊你。哟，阿嬷嘞！哎呀，阿娘，来，快来吃饭，来。哎，阿娘，啊，说这道名我不一听吧？哎呦，好了，一听了，眼都眼掉了。不过伊好像晓得搿十只同名是侬阿囡教我的，连连夸我有福气，生了一个好阿囡啊！阿爹，阿爹，来吃饭，来。好个哎，张师傅，这位是？哦，十年帝王，这个就是我的阿囡究竟啦。十年帝王，哎呦，九金姑娘，我今朝总算看见侬在。哎呀，九金姑娘，侬不光图再好，口才好，相貌还是一等一个。哎，张师傅啊，来。哎呦，张师傅啊，我有桩事体想同侬商量商量。好个事体啦！侬生了一个好阿囡，我是没牢牢的欢喜了。我屋里个老三还没有娶亲，我想把侬个究竟许给我做第三房儿媳，侬看好不好啦？十年帝王，侬是有铜田的人家，搿也是穷人家，就连家长也过不去的耶。哎呦，多少不讲，千讲万讲，只要侬阿囡条理一讲，家长非要一个，搿个十年帝不要一个。做啥？阿爹，侬有事体先去了。先去了。九金姑娘，九金姑娘。十年帝王，阿囡年纪轻，不懂得道理，侬不要生气哦，不要生气。张师傅，侬真是生了一个好阿囡啊！我陪侬苦痛去，干好个，跟俺苦痛去，苦痛去，苦痛了。
月上四少不怀疑，心中插进情深怀阿妹，阿妹，只闻贵妃善良善良我看不见侬，心里一急，就管不了介多了。阿哥，来，坐了来讲我。哎，哎呀，侬坐介远做啥？哦，我会吃了侬啊。阿哥，侬那个总会哈哈哈的傻笑，不会讲我的啦。侬讲我听，我喜欢听侬讲我。搿为啥呢？侬讲我咯嘣咯嘣像唱豆子，清清脆脆像唱戏，好听哟。侬笑啥？我想侬傻。其实我不傻，可从小人家都叫我眼大，聪明人也被人家叫成眼大了。侬笑起来也好看，脸上两个小嘴哦，眼睛胡子像两个鬼月孩子来得装。现在阿哥，我以为侬不会得讲我，没想到讲起来还是一套一套的嘛。搿好，我不讲了，我听侬讲，侬再讲啊。啊，哎呀，可惜，今朝是我最后一次听侬讲了。为啥？为啥是最后一次？因为我要过人了。好个，过年？过不啥年啊？阿哥呀！女儿家大了这个大义，总不能终身待在娘窝里。今朝有人把亲弟，要我当一个三儿媳，一是家中金银带人三啊。还有那38亩田我的，我不门谁做当姑娘啊？是我断玉杨梅一头情呀！侬答应了啊？我不答应有啥用啊？两个儿中的一种的。
生气，我犯不着生气。是你讲不生气，别空都去话他在。侬当侬个少奶奶，我当我个生意事。从今往后，我那两个桥归桥，路归路，没过个了，告辞。哎，暂时，我还没讲光嘞。与我快讲。阿哥，我是喜欢侬的，可我不晓得侬喜不喜欢我呀。我来往都大半年了，噶许多日子，该讲的话，侬一句也没讲过呀。我啥？不是侬个副样子，就我那个半年。再说了，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既然侬不喜欢我，我只好听阿爹的话，过人算了。女人家迟早都要过人的嘛。谁说我不喜欢侬？侬喜欢我？搿侬为啥到今朝都不讲出来呢？我是，要是侬心里头真有我，跟我会改变主意的。一句话，万千烦恼皆抛开。阿妹她分明还把我挂胸怀啊！自从相守在西堤呀边，我对侬一见钟情，一夜缠绵。桥头响呀，多少话天，话到身边化为烟，怪我身心自不笨啊！不为阿妹一片心啊！今日对侬表心迹，今生今世为侬博取，海枯石烂，此心绝不移啊！海枯石烂，心不移啊！阿哥，我同侬讲实话。是有人向我提亲的，可我一块回家在。刚才要过人的话，是随便都来，偏偏当的。看侬对我真心，不真心？搿侬现在相信了吗？相信了。啊，搿侬啥辰光叫媒人来提亲？阿妹。阿妹，阿妹，我一直没对侬讲，我屋里是。我不管侬屋里是东是西，是贫是富，只要侬对我好，我就对侬好。阿妹。阿德
巧个。阿公啊，我讲这个闲话讲的对吧？对个。哎呀，公啊，干嘛个干？要我来当罪啊？讲我好懂的。哎呀，好，那两个都聪明起来在啊。哦，阿公啊，搿两样东西啊，不是伊自家称出来哦，是九金姑娘搿搭去问得来个啦。啥？我去问得来？侬快讲，侬快讲！我倒是看见侬呢，哎，侬去问得来呢，还讲我来？哎，我是去问得来的，搿侬是自家做的，侬自家做的？侬自家做的，侬自家做的，侬自家做的，侬。三人两个唔用个黑心拉人，手段发劲，屠宰个法令，做起事来侬看我最好赚便宜，侬抢我这自己不会做，我就去专门从今后需要同我谈不清，老老实实，关我两손屠场门。阿公，搿侬说说，到底是谁最当过你呢？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当国人。是找了一个啥人？等三子娶了媳妇，就有当国人啦。侬是想对三叔娶媳妇啊？三叔啊，哦，叫眼头呀！侬想等搿个三眼头娶媳妇啊？老活的都不晓得到哪里去走。哼，受得那两个我已当定主意，一定要娶九金姑娘做我个三媳妇。等九金姑娘上了门，那俩就休想再当国人的主意。听到吧？哎，怪不得搿只老金瓜讲我不算数，原来伊心里有了一个九金姑娘哦。哎呀，嫂嫂，俺两个争来争去，到头来都让个苦东墙的阿暖转变一起走。哎呀，所以呀，来，从现在开始，俺两个练要从一只拳头死，气呢要从一只鼻孔出，再啥也不好让老金瓜把九金引进门来。搿侬说说，到底有啥法子让搿个老金瓜改变主意呢？法子我总是人想出来个了，搿我就不相信嘞。俺两个聪明人，还会想不出一个对付九金姑娘的法子来。好，快想法子来。想法子。哎呦，啥人啊？哎呀，原来是这鸭毛毛了，可吓了我一跳了，真是。哎，四块，法子有了吧？哦，没。再想。哎呀，法子有了吧？哎呀，可是哪里来个鸭毛毛？哎呦，烦死人了啦！哎呀，不是三叔，我那个是黄毛毛，可是狗命的毛毛。哎呦，no，哎呦，三块法子有了吧？哎呀，我不是来打响嘛，都把这个鸭毛毛撞到了我的手了，我恨不得一不到31呢。31，四块，动手。快！
老妈媳妇好毛的了，夸我呀！一张黄毛毛，哎几十个人两个刀，30的。那家没事体干嘛？哎呀，可以说事体了，不就是说黄毛毛把自家那个媳妇一刀斩杀嘞？哈，这事体我还不懂啊！这事体有啥个多啦？哦，光我你我请示啊，我问呐，不到怎么怎办？谢谢不到家怎办？哎呀，侬是我家的一个奇瓜雕三叔啊！哪块，不到怎办？来者！陈老，我起毛标来大伙们，发啥个眼？开导盲去！十年老啊！十年老，我可再十年个什么啊？我十年老可再十年个什么啊？十年老，我的老夫妻，你给我跑出来！听得外面闹吵吵，为啥骂我10年呀个牢？战队我生10年牢，侬个道路我生10年牢。那个3块4块牢，你斩杀我个只黄毛毛，侬陪我黄毛到罢了。杀杀不陪我黄毛，我不会放过侬10年呀牢。杀掉侬这黄毛毛，侬为啥骂我10年呀个牢？死掉侬一只黄毛毛，我陪侬一只，有啥个大不了了？我这不是寻常猫，就算不是寻常猫，我陪侬同田就拉倒。侬当时同田出多少？我陪侬同田真3条。啥？3条？3条同田，侬自家里这马滚人！去，我同侬接过去，去，三叔母，叫声叔母，慢慢叫，我再叫侬2条，总是哪个好？不成功。5条铜钿不算少，侬究竟要我赔多那个少？叫上透明的10年牢，侬不我，结果硬缠啊牢。侬今朝不赔我铜钿3000条啊！呀！我说不该到哪里来过啊！3块4块，拿当我洗出来！哎呦！哎呦，他不会，我要唱那八寨啦！好在不在，我3叔母个只毛毛才能死了。你要我赔他铜钿多少？3000条哎！拿去赔，拿去赔！女生哎，河水唱头嘞！是啊，哦，哎呀，阿公，阿公哎，说讲某事不能复生，事情到了大不田地，那咋找同侬一道来想法子了啊？等那2个想着法子来啊，金丝都烧光贼！阿公，我刚刚想过来，要想对付个这鸡瓜雕，只有请到一个人。
姑娘，娶亲姑娘。哦哟，我也想过了，只怕我请不到人家姑娘了。哎呀，公哎，干哪个办法？哦哟，烦死了！阿公，我刚刚想过来，要想请举进啊，只有一个人出面，做上他公，哎，做上他公。哎呀，你生哎，今朝搿桩好事是我同侬唱的，噶只好我同侬一道去请做张太公嘞。搿有啥办法？事情到了噶步田地，俺只好一道去倒煤矿。快去快去！搞什么呀？啥钱多个啥东西不在，啥东西么？阿公，我同你生一道去请做张太公啊！搿两句闲话我总听过，那快去，我来前面当一阵啊！与我好商量，与我好商量哦！好商量，好商量个屁！咱来问声神医呀喽，侬不该沾上我这王国阿毛，侬今朝隔壁我同地3000吊，月里高，府里高，越过衙门上报报，员官他们互相好，你都没亲亲我一我。我的侬是落头虎气朗朗叫，一根裂了金上拖，拖到公堂去，他们一家贴了侬手干喽，受得侬头上出青草，受得侬屁股么烂光了，胡老同侬个杀千刀，有的铜钿侬还没人找，侬今朝要是赔不出铜钿3000吊，我同侬到员官衙门去开啊啥啦？哦哟，30宝，侬拉着12点王到哪里去了？哎呀，张师傅啊，侬是不晓得啦。哪个啦？搿海嗲一样的十个媳妇，把我里向搿只毛毛辣盖到头来站死了，我讨厌结棍去了。30宝哎呀呀，不过一张黄毛毛，有啥个事体大发了？娘姨么陪侬同地2-3吊，大事不小，胡啊个吊。家坊邻居要见面，何必来把相互啊吵？阿里来个胡事咯，过来管我鸡瓜雕。侬是喊吃萝卜蛋炒西，我就用侬西把向我讨，讨不过我推掉，讨不过就吃我。个三个我操那么个，我操那么个，这我都管孩子，这我都管孩子，哦哟，30步哎，哎呦30步，侬啊吵了大半日子啊，也吃得醉啊，侬先回去，我同屋里人再商量商量啊。我想拉死了。哎呀，介大一笔数目，我同屋里总要商量商量个咯。我白我讲这里想拉不了的。哎，我的他有了山腰，不得人子我再来养啊哪个我呢？哪个我？这张他公请哦，这不快请进来呀！阿公，这张他公来在。哦，他请进来，请进来。哦哟，这张太子大在这张大公，亲手，亲手，亲手。这张太公，我说你今朝摊到大难在，要弄着当太公帮大忙嘞。事体嘛，3块4块，移动我这3块4块，杀了30步一只黄毛毛
30步要靠侬个竹杠，是不是啊？是个，侬便未过30步，想请究竟来帮忙，是不是啊？是个，侬得罪了究竟法官去见一个面搿再想起我侬当我是早地高地个人想起了嘛，拿来摘一块真金，不想起了嘛，高过去。哦哟，这张太公我10年过去后带侬不去个地方，还请侬大人不计小人过好在。看来侬来个点诚心，我就到张古人屋里走一遭哎呀，法官能给我说张太公出面嘛，究竟多多少少会打我的面子个。我说张太公出面嘛，总不好两只脚走得去了，大一点为此都牛个。侬一下入脚去，干么时代大脚，我不去了。哦哟，这轿子屋里到县城是有一副啦，跟我一歇歇，到哪里去找4个轿夫呢？轿夫我老早看好的嘞。哎呀，做张太公，那是做小生意的，对不来瞧的。老爷对不来呀，根本只好眼看10年把门口那个鸡瓜掉，考起农田们3千丢脸。哎呀，阿公啊，啥辰光了，侬就不要死要面子。哎呀，阿公，为了自家不破财，侬也只好3把4口去救救伊了啦。去救了那2个少追星。哎呀，众位高龄，我10年过去后对那不去个地方，今朝一并向大哥请财。从今以后，众乡邻有金有满，我10年一定有求必应。今朝还请大哥帮忙嘞哎呦，帮忙嘞！帮忙嘞！10年往闲话都学到黄河边来，我大家不去帮一把，也划不过去再。那4个老人正好一副桥，快点上啊！哎呀，我两脚有长短，走路有高低，往后脚子带我问过。有关系，左脚嘛1步3摇，这个条件刚刚好呀。好嘞，那要不要耽误事体噻？去嘛好了呀！哎呀，去嘛好嘞！张大哥，叫来在。来这呀！来上脚去，上脚，当我五了啊！好个，小好子，好个，起脚嘞！我起来，哦哟，可要西跨这个跳起了！哎呀，侬给位置呀！这跳起了，不得都一段子呀！带好，放心。哟，起脚嘞！听我。我姓农个10年老，做人我干领教，俺
仁义礼德一边跑，看我儿子忙得早，我家里学饭绩效，谅我不管么无依靠，常将长辈们冷眼酒，用得着弄是当锅包，用不着弄是当根草，今朝有事么求着我，有事点的么有弯腰，我硬硬心肠不得应，看侬把我真开笑，哎呀哎哎呀！停！停脚！停脚！停脚！哎呦！哎呀呀呀！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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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嘿，组长太公，侬为啥不起嘴啦？我就敢起嘴啊！我心里想有气的。哦哟，组长太公哎，组长太公不要气，是我做人太无格理。今朝向侬么赔个礼，望侬大人大量，愁也不记事哦。从今后，侬就是我个亲阿爹，我养侬到老不后悔。侬活一年养一岁，侬活10年养10岁。老了么送福好寿财，回家金银宝多一对事哦。我是公牛上次侬闲话算数啊！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哦，好个，侬好起嘴啊！我起嘴啊！我起嘴。为什么分嘴了？哎呦，老生啊，侬喉咙松菜，打我上线喊一声。哦，好个，娶金姑娘来我里嘛。组长太公，侬哪个会来到我个屋里向来的啦？究竟姑娘，我有大事体想请侬帮忙你。组长太公，来屋里向坐。哎呀！胡烧眉毛的事体，说没就非常在哦。组长太公，侬我有事体让我帮忙，啥事体难得在我小白帮忙呀？干我在哦。侬我听着。究竟姑娘哎，原来是这样啊！哎呀，组长太公，这我是不好去的啊。这是为啥？我不想去了。呀！究竟姑娘，侬今日飞机呀？我真的不想去了。听不来的。侬不答应去，我不起来的。环境难看下的啦！哎，不是我爸爸的，哎呀，侬起来呀！侬起来呀！哎呀！究竟姑娘呢？究竟为我是你个当保票？究竟啊老，哎呀！
自家帮帮忙，所长个面皮要丢掉，衣服谁在？没呀没出路，两银元包，当呀没当水漂。子么来养老，死儿么浪情他萧条，今朝只好啦啦啦从今儿要侬养我8年老，哎呀8年老。先起来好吧？侬不答应起，我不起来个。哎呀，这起来呀！九姐姑娘，侬是没亲眼看到了，奇怪掉那个凶恶，一手都砧板，一手都菜刀，将要杀人的样子了。九姐姑娘，九姐姑娘，侬阿爹俩捡奇怪掉我的胸，来边高头圈上几句。嘿，个奇怪掉啊，调转头来，把侬阿爹摸得了狗血喷头了。我阿爹被伊摸了，我亲眼看见哦。这个，伊啥里头浪不拉屎拉尿，搿种人啊，不吃一次，干放个日节，那个过得完蛋。哎呀，九斤姑娘，搿桩事体侬一定要滚！是个侬一定要滚！解放司令一番话，就是怒火山上高，凡是这个这情况了，邻里和睦难做到，举军心中只一呀定，张家祠堂真一呀早。曹长太公，我跟侬签。高方明当到张家祠堂。侬个个在上，一定要为那张国人主持公道啊！我搿只毛毛啦，平时也是多少个苦味了，把这个媳妇拉开到头来真是了，多少个三姑啊！哎呀，好姐，我张个媳妇啊，侬一只黄毛毛，要人家陪侬3000条嘛，呀，他是客在，不要为只黄毛毛，就是一只老虎嘛，呀，用为这3000条的呀。哎呀，这张太公哎，我可真不是寻常人，3000的铜钿么万年收。大不了是只头船忙，我陪侬一只头船那个忙。我这不是头船毛，我不是头船毛，根本你船毛，也不是你船毛，我也不是你船毛，根本单纯毛，不是单
点沉默，不是点沉默，根本上沉默，倒不是这上沉默，不是上沉默了。难道为点金丝啊？猜得对，猜得妙，一点不错金丝啊！啥？你金丝这个金丝吗？以我是这金丝猫，各当官司难了来我生气了，嘿，啥个金丝猫、银丝猫，听说天上有，世上没见过，偏偏小人上课骗我10年，无用。妙，10年万事奇怪妙。张哥秀武，侬明明是只寻常猫，个洞庭飞过3条，侬要狮子开开么不应该，还是清早胡掉。混得明，混得好，还是清早胡掉，胡啊掉。啥清早无聊，事体没噶轻巧，老不是。今朝侬与三国子里出出，许挂我，鸡挂掉对侬少礼貌，侬是个老眼昏花，心知不清，道理不明的糊涂猫。今朝到阎王殿里去报报。究竟姑娘哎，侬那个玩法来哦？来，堂上他公生啊叫，来了嘛我跟究竟那老，我是人理不人情，帮理不帮亲，上堂不把相互不讨只用力来治瓜呀阿囡哎，这里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侬还来干啥个闹忙啊？快回去，快回去哎！爹啊，说我讲，天下个公都是弯个，天下个理呀都是直个。我今朝啊，不是来炒项目的，侬放心好了啊，放心好了。究竟姑娘，总是来。三师傅啊，侬个家那个得了，做张太公个手衣裳个啦。张老儿端是不明，搿只位置啊，还不是让我三师傅来坐。今朝个事体啊，我也晓得在。就算是10家人赞成侬搿只毛毛，就应该陪侬斗地，搿是天经地义个呀。哦哟，想不到个究竟姑娘讲我还蛮有道理个。至于赔多少，搿也要看赞成个是只啥个毛毛。哎，对。三师傅讲是金丝猫，搿别人也没道理讲不是金丝猫啊，对不对？哎呀，是个，姑娘，我的对，我的好。就算是只金丝猫，三师傅讨价3000条，还是合情合理的，对不对？呀，对个，姑娘，我了气。搿桩个事体啊，我都清爽在。说我讲7万7米，讲我讲理，依我看啊，今朝搿场官司，应该判三师傅赢。12点王应该被一通电3000条。三师傅
伯啊，哎我见林儿说日日要见面个，葛么大吵大闹总不像样子。人家来了讲，往里17、8条，真理只有一条，我与理讲理哟。想不到个曲靖姑娘讲我是于白于爱于多于理的了。三师伯啊，我闲话还没讲光嘞。啊，弄我，先生，我没啥好话，只是想把侬加过我的几样东西，弄清爽。啊，我家过那啥个东西啊？那你拿女婿来做客，侬没啥不义气，到俺屋里做起一只黄毛啊，有不有啊？哦哟，一个，那么还有一只对对来了，到这个还不弄那么还有把称呢？称？哦哟，一根断钢称啊，一整也不整钢，新婚都看不出了，50斤嘛，杀个一敲，个100斤嘛，也是个敲，管他嘞。那么还有一把好枪呢？我枪？哦哟，一把破枪啊，不好用这啦，关掉嘞。那么还有一根兵呢？兵么烧火烧掉了呀？烧火烧掉了。哎，烧掉嘞。哎呀，三师伯啊，别个东西倒是不要紧哦，这根兵我是一定要弄完的。那么我还弄只新的好嘞？侬还我30哦？那就30，还是30？但是找亲事，还是找亲事？啥？这样不是那样不是？难道未必受不掉啊？谁逃真谁逃，一眼不错的手破啊掉。上贼西贼，受不掉，弄哪里来的？哪里来的？哼，受不掉了。我个祖母回家，挑担子向我跑，从石车走到月场上头，月亮婆婆吉祥好，送来一根手不掉，东上西上是上不牢。上在我枪柄上刚刚好，我一把好枪随身抱，好枪头来一记关，以后青丝变骨盘，好枪头来一记手，以后老婆会变牛，好枪斗来一记对，一碗青丝变玩具，好枪斗来一记枪，枪出换得你是样，好哈将拉起拉把响，早起早都唱，黄船你去不算账，老是家里才两样，老婆与那汉菜光，我刚一碗没钱账后，枪斗来吵一吵，一场一世去不那个了。到真到我辛苦路自家跑，就算弄是个手不掉，接不来我这金子啊！我把我枪使上手，对在草棚去过宝，铜钿万本我落千条，落千条铜钿我不马条，陪侬一只金丝帽，铜钿出去3000条，陪我苏婆你吹掉，6000条铜钿不好烧，3000条铜钿都来找，按时进去到罢了，3000条铜钿不来找，我只好朝长跟前讨公道，我叫侬众人面前来跪倒，告把侬这个女头脑，推什么王身是金丝帽，关上门来做钢炮，杀得
渡过幸福毛关，走农这鸡瓜雕，农草在连个把饭头，夜里日所在破庙，东南西北四处飘，把侬到头路，侬个四岁姑娘娘。这个大好了，一个看在比我好是个长相模范好了。哎，西瓜雕，侬这个包个来了吗？我晓得呀。啥个金丝猫了？分明是从前程江老屋里跨来个最平常一只黄毛毛呀。如今我到704帮喊呀喊。喂，西瓜雕我里不要叫嘞！喂，西瓜雕我里向的我要叫嘞！鞠金姑娘，我认识在。金丝猫，侬也不是沙坡雕么啊，大家都来吼啊吼哟！哎呀，组长他讲，侬帮忙嘞！侬见我牛肉长肉，侬自家人家的东西嘛？鞠金姑娘。不管做钢啊靠，管侬怎办何道？人在世，一生为人最重要。我这样不靠嘴，我这样不靠嘴啦！哎呀，真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啊！鞠金姑娘，我今朝对侬是看不幸福呀！哎呦，是个，我是看不幸福啦！鞠金姑娘，哎呀，这桩亲事也不管在地，只求侬见我儿子一面啊！哎呀，我凭啥一定要见侬的儿子呀？我要让侬相信，我的儿子不是爱豆了。对不起啊！哎呀，来。哦呀，我要到时不见陌生人。哦哟，一年到夜碰着个书本，婚姻大事耽误了这。婚姻大事，我自家寻好对象，侬为啥不同意呢？哦哟，侬这个书呆子啊！哎，侬有啥眼光啦？侬寻得是好对象噶？喏，阿爹帮侬寻了一个来。阿爹啊，除了那个阿妹，许是天上的仙女，我也不去。阿阿妹，想不到，许是侬。我想不到，侬许是，侬许是鞠金姑娘，鞠金姑娘，许是侬。侬许是四眼洞，许是侬。哎呀，像是来当做梦。那么侬老自家一看，快痛不痛？跟我去端盆水来。端水做啥？喏，病重看实，我要把水大清爽，再熬表。侬这个四眼洞，来，我帮侬看看好嘞。哎呦，痛！痛嘛，却是真的喽。
真的，这不是梦，这不是梦，不是梦，真的。大山冲到了王庙，自家人不认得自家人在，3块4块，帮我扛了10多年的长牛哦、女儿哦，统统弄出来啊！那，趁亲家公了的，no，族长他公下了的，我要把伊拉俩热热闹闹办亲事，请作为高丽受东喝杯喜酒。